我唯一的担心是，有没有饭店可以住比熊？哎，请汤姆哥来安排一下哦，这个比熊也要一起去高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带他去。对啊，母亲节你要跟他一起。那我想说，哎，有饭店会能带宠物吗？我不晓得，请大家帮我搜寻。好，哎，小丽，恭喜恭喜！先在这个漂亮的背板当中，我们再来拍几张照片。即将要进行巡回的演出，门票呢也都开出了捷报。又要加场了，告诉那些没有买到票的朋友，透过我们的庆功宴，你再来呼吁一下大家，还有机会。对，还有机会加入这个消极白帮。消极白帮。5月9号、10号，对，加场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在高雄，连续开这么多场，然后，对我也嗨，我也很，觉得欣喜若狂。对，而且又是母亲节的那个月份，刚好是那个假期那个周末。对。哦，然后突破你自己在高雄巨蛋演唱的记录，你要连唱5场，横跨2个周末。对，然后我唯一的担心是，有没有饭店可以住比熊？哎，请汤姆哥来安排一下哦，这个比熊也要一起去高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带他去。对啊，母亲节你要跟他一起。那我想说，哎，有饭店会能带宠物吗？我不晓得，请大家帮我搜寻。好。那高雄内容会再加码吗？还是就是原汁原味的搬过去？会有新的嘉宾吗？我现在还没想到那边去，但是，以我不知道哎，可能会改一些，也可能不会。对。今天有觉得阿信特别害羞吗？他一直都蛮害羞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他有过敏吗？他现在皮肤很好，没有过敏。他今天一直的，好像没有什么话要讲。对。对。那演唱会唱完6场，现在最想做什么事？会不会明天就整个失联，或者是在家躺？我会好好彻底的休息。对。沙发马铃薯。家场题目会不会挑比较难来？家场。那问他们工作人员，我不出题的，我完全答不出来。对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你应该多撩一下阿信哎。对啊，你好少撩他。对啊。因为我看他很尴尬，我就想说。那我就。